行过到恒春半岛的风雨就加增强，尤其是这风是真惊人。恒春是到9级风、9片甚至是达到14级的强阵风。气象署阁警告讲，这海涌可能会加到6米悬，千万唔通去海边啊佚佗。而且因为这风雨后壁有海产鸡生理是减少7成。中午过后这几天，常在新海渔港这里呢，可以看到连江9公尺的防波堤呢，都有浪打过来，而在出海口呢，浪况也相当惊人。三山老管的爆发一条海涌冲起来，花岗山红海暴风圈直至在41点卡到恒春半岛陆地了后，出现几啊摆落雨，风力阁是惊人。或者安尼渔船啊，暴风吹甲又来喊起。讲北甲已经也无度去北啊啦，那低度望啊啦嘿嘿。恒春强阵风上大9级，9片阁靠14级的阵风。有风所线南环小湾山坡，应源超过2公尺，中央在海应变中心将对当地居民发布200以上紧急警报。事件恒春半岛沿海出现6公尺悬气象大影，海巡也在现场巡逻，禁止民众进入。礼拜规划到垦丁旅行庆生的民众，拄到风台，感觉真败兴。第一次来，就遇到台风。摆在民宿。我们有就是带平板那些的来追剧啊，干嘛就放松。恒平受风雨影响，敢若趁风雨变势去后壁好食饭。来往南水的船只也停泊后壁好渔港，海产鸡是零零清清。的话，像是这个时间点都还是会有游客他们在用餐，对，但是像今天的情形之下，已经少非常多的客人。业者无奈生意受影响，敢若希望风台赶紧离开。恒春镇公所也准备免费的沙包提供给民众来领。400起跳，500以内。而且发出将近500包的沙包，镇公所外口也停花，山鸟怪手，闹中风随时会出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